老牛啊，根本不是耍个平日交情。雷青也想到能我抽钢琴上，我是那个牙，东在在高上说了你，人这个人还离开自己之地，否则眼睛白子让来个称呼前一前呀，失他几位，那么最无汤再失了。个称呼科技雷青。如牛抽水才让当子的来不是的，想想十几年门的我带上门来来抬出手，我有那个把年纪口中些娘啊，心里想气哦，也想到夫人他去嘎子的，晓得刘青子的嘎不当，那么想想牛抽，嘿嘿，我要叫你去地可不对，所以进来。大房听厢房，没几户是不好来。这个是路你呀、你找不好过。牙关在也保持中无机会，所以人已经病汪汪，想说为什么这个？生活过来是夫人啊，今朝不你们要考的，没几户想我哪考不得出。无意光十六年分来不可能来杀进我一句外高张的不危险的有大啥年纪都有哼，那么是来语气一定要吃有的为你们不灵感是拿吃法耶你不都有这一人多多吃几顿没就活下的你刚吃几顿谁是牛车往这把弄那么是努力打一顿顶到通过3年的时候要忘记他的是这个夫人啊我想个办法要通道理不理口道理心理是啥个办法牛村是些娘上的整个别去搞你都要往这帮现在正式都是想要来还是吧你当初想不起经跟我说个你找谁是不能往这帮我们到人家中强的那么100为100我看我牛村是些娘就搞不流程到了我是17岁别只姑娘搞到一个50岁老女子心里想乌拉不成但是那东高娘娘关这里不够强所以什么我真说痛的不理三个人问我他那些话出气的没几乎想给个别发到灵感嘿嘿从心里上想这么理介绍支撑你的当年压力随诺牛车必进动吧那么他吕青刚来上一波年纪不来不我们他们找到一个人李先生我还不年纪在婚姻大事发了看你之手那么当时光讲慢慢再商量现在要对面给国债旅程两面无利用的神师无知但是东方里面样在做的出娘是先娘哈口对出作不晓得那天子旅程当我出旅程等到最新一刻嘛当我找到来不及是我是看人啊我想想没机会那个女人 OK 不过想想你经常天天你一想我也他能刚听上来个对面生活天他了现在东方的谁是要弄两高的那么硬一人的尸体刚出来是你说我是那个青山呀多年们了分开是16年也无有心我这个17年一进来那睡觉不比欧洲让帮你帮你我从分享上啥么子没是我个牙刮不的你光当中师傅一般而且听牙讲一个女人不是还有当初来记没几岁个女人啥个后生想不要啥几5年在洗地大概打来个
可不是呀，打你得来打啥子呢？还是你开开打，说侬来放心啊，等到我马哈子房什么了，打来离开开个地方。我当初后生相夫，要啥子我人事体嘛，也得官夫去告发的。你在内内心啊，不出2个月，我打来离开开打。当时辰光是白山人来当第二的三条流浪，三条中国帮的门在夫人的身上那么与我是吧？所以我抽打三条流浪，我头三条一听啥名字啊？娘内我抽去搞不流清不得个，我抽14岁是可以搞人才，我总要搞些红子，哪怕中地后我跟女子辛苦的们夫唱妇在跟你讲，不上努力搞本，50岁的老头子是娘家身上的与我帮的，狗肉门招进来，没几户听见是个些娘孙家像是个大吃东王，我们看呢，现在7顿3个钟可以，更加4出于民了。不晓得吕青过来，是夫人啊，你别去看的。不是你不肯搞本我，是我努力这个推出东王啊！是那吕小伟老奴子啊，年纪轻轻别只姑娘送到那房里啊！哦，没推出去，是我当时辰光吃在这个罪，等到罪行，我科技我出，哎呦，我心里想激动，想不到那个把头用为能给他上一个别致姑娘做高兴，但是我继而再一想，不可以。我想要帮你去，我太你的靠不开，但是你我不上去，你叫哪个？我今年50岁，再能我个生意，你们不得2个钟，所以我克制自自家的个人来当地开动房，能在夫人应该寻到你们，我来打夫人讲听啥？可是夫人啊，是我够无奈一番心意，当时你们鼓励我来互补。我打你做夫妻的方式，你娘你做是我技能吧？将来的告诉些姑娘，我把这个有不知之看啊！没计划想不了呀，我不能做高级无非呀，要人的做技能啊！那么我打你叫他来我说哈哈行呀，你是看讲不得不能为的，再搞到牛肉线这了多比，那么了，这还答应。所以我抽当然是与人吕青做基要，再来彼此告诉谁上技能在，我是写家还为我抽高兴，都蛮开心，哼，没计划作业，气得了想不落，没那个问题，吃不吃个空，头上锅炉里三样没事在，像疙瘩这样一个，包括现在讲起来属于中类。还是恶性还是良性们我不晓得，跟你说现在觉得奇怪说妈你啥子也不开心，那他来讲的，哼，可不是忙了他来去收到香吧，救救菩萨还有啥那娘这地不抗，可不是农一批下心了，准备举个出去但是王山去收到香，今天我来今咱们举个出去，所以吕青是大知县家为牛车为一个县务队自家队马正神王山很来，当时县全部从家子家子把三家务听见出家白在家白你都来打等啊，等到胡子山们为就在家中吕青领头马正三郎来，当时辰光三郎在神王庙，哎呦可他神王庙引起响为的啥么？就是现在的陶山王当初高中王第三规神经上山3个一老乡那三郎乡为10个要提了，那是不得了，名声大振，所以老百姓纷纷放言嘛，来烧香的人都得好3年人，更以正在举个出去送样子，登高个记者，哎呦，这个人是个气足莫名的很，哈。那么真是为收入心与夫妻手相依了少起用风相互忙得头头走两个大日狗狗相互吼雷青一口嘛，哎呀，
大分想着今朝山下的人多得来要报得了这个那么就你对我遇得到那给他等嘛为是让我不然过去看一看吧所以人当女生现在刚刚起起水来吃神王爷们忙着后三个方向对过去这次不就了嘿这科技门前呀有一个小小的有环境非常的幽静雷青开的为当时个锁匙最近一口嘛哟带一块冰啊写下4个字西肉湿肉哦那么在想啥子听说给他好这个省里有一辈年纪轻个读10年那个新京省里个西肉湿肉价值啊1分为1哟先发的湿肉谁让给他神王谁了那么雷青是个烂水人到底里想少少有点学问的你让他非搞上个辰光不是空无来嘛走事啊离离别头了这个所以在科技的湿肉嘛行不是进来你拉过来给你介绍个小胡子上着上的路科技雷青赶紧抓后哎呦吴大三你原来是雷少雷青不知道奇怪呀给他神王谁拉想哪有你人的我抢不走对一口嘛哟但是对切的不是本人是自个也害怕于下最重病追晕了个儿子借追痛哟陆大师说原来是追公子师傅呀你说你要到这个地方来不想想好你好哦哟一个重兵公子借追痛那人得是雷青哎呦刚去改个日子再说的18年门前当时雷青了神武有俺们是法师追痛的牙追云龙只不过这个车种有一趟要到天目山去写比嘛军人那个粉饰牙是么为周基本上了跟粉饰但是不得了所以一个追云龙所以大个神武只有追上追不提商量嘛来挑个人不个忘那么最只有谁怪在雷青来去帮忙吧因此雷青来让追云龙军人里想公司也8年两高的这个党羽的疙瘩没压下的那么有谁来嘛雷青特别高涨追云龙古代也走一头现在升到3品重兵去年那到了高浪乡了雷秋的党上个追云龙30岁以来走到3品重兵君子不忘记去科技雷青加快客气10几年分半大胆无理是雷青啊你的上来神功让青部门啊对非高涨这么高10岁上去中国哎呀你三个做谁的了像我们搞这么高10岁上面有第三个委屈来给那么说呢我们有个儿子叫追痛我们一他把这养到他一些狗可是狗人是蛮好随日啊不肯读书可上去不会有出息你还带我屋里向来跟我儿子读书嘛不那是我们老朋友嘛你要服天地的了雷青想我到你屋里向来做高10岁上的蛮好我到农要分开不来噻就无以为生追云龙我儿子还出来这个人都要个老朋友有点快去加上雷说首先讲到科技雷青中国建立雷说那么雷青有谁来了在重兵府也这个去做过3趟套想不到来大半的这个都眼睛掐晕哈哈哈哈雷说掐到掐这个地方打来来反对啊是啊正是掐姐掐哎两个的配对这一些雷青说你的呀这个是也讲到了人单没灯呀啥都没太人呼吸的谁是听得到摇讲这个是也够了破读书的摇鬼在里读书嘛所以还对痛那么想改种啥货才是读10年来的呀这李金珍呢我来改单的追公子今日里你在此相比你的分际大于张景啊哎呦那我大于张景你不是不晓得的无事不一拿一经发花他人的无夫人的他已经不叫老辈子吃毛栗子说没出息可我想我不是不肯读书来读不进好那我是想个办法我脑瓜子不聪明我刚刚才个聪明的一个朋友我说这个地方进哪来该给他来看吧你别开我啊我看2个小朋友谁是谁子
谁知道了？哎，那也是问了，隔壁是我的呢，就是我丁家好铁朋友，哎，他有王相府二公子，他的名字叫王玉辉。哦，那种叫啥？隔壁是我还有读10年时候，也还是是学王玉辉。雷清还有所耳闻哦，这个一位就是杭州来子啊，王相要的意思。哦，不得了解。所以那个一叫咱们眼睛上来头建立。哦，原来这一位王相府二公子，老许说想与离了哦。给那个女会自己让他走水时，听见你这个日高嘛，眼睛闭带浪向过一个喊，眼睛里起身来，兄，这位先生不该，又会为吕不知。哦，吕清香，要怎么想要那个，就客气啊，马上为例。二公子真是不该当啊！此门先生真心大名，想老许也像是我叫的我心里明清，想我都搞上来了，嘿嘿，来啦！你们叫啥名字啊？我来告诉你，他的名字叫吕清，我叫老头子呀，老朋友了，哎，我叫他吕书盖。原来是吕来先生，快快请走。想不到，总以为。从相国公子们啊，嘎子都不来洗，可不起那种老头子。介绍说，夸夸请走。好，这次搞什么？娘里睡了不必什么来？那是我来手动马上香槟泡上。刘先生只我了一口，哟，这西无西如谢金刚，外经御呀，是我带的果子发生，与实际发现有的。有不少读书人让拼命带薪，刚好我们才是惊动动。哎，这一口讲讲，这个二公子是我上火车上洗澡上头，同房是把一应俱全。遇上火车之上像没这一个，看上去那做啥个文章，我倒要看看那个为啥要。阿语正在使用，我是开始要个跑队了，都有虚名。哦，二公子啊，那往花梯子上没这一改，看来二公子悠悠家族，能够让老许一报一福。哎呀，吕先生，相遇会便勇得很嘛，你不要讥笑哦。哦哟，可讨，好记得来，吕清过来。我将火车子拿起来一口嘛，好苦！说起啊，我小伙子两字说他也好，对眼如子，看得出来，顶到你来塞了，能给小这两字，哎呦，33岁也开始临帖在，10几年功力了还玩，两个字晓得哈，这属于诗晓得为呀，一首偶言诗，一共4句，哪是要发个呢？什么谁刚于一步赤水，身为七狗子，基本是东流。好，啥意思？什么谁刚于就谁要跨了谁当岗边浪向不想，一步赤水，描写当时的景色，确实基本。身为七狗子，基本是东流。当时不想光想到这块。越过个土地上，这个都是应用神物，有个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业，像越王规矩，生意下去，当把红国到了一箭之水，就最好的例子。这个现在个惊天动地的事业，这是应用神物，虽然滔滔水当钢石一样，一去不复返，飞奔是东流。这虽是3日福建省东部大江东区浪塔人千口风流人物，这是千口非常一如称得上一首好诗。哎呦，玉帝何对改啊！二公子写的一首好诗，老许拜服啊！哎呀，吕先生，美在了。吕来先生啊，今日能够在此相见，真是三生有缘。为嘛吕来先生也要留下没办啊？哎呦，这说是你既然来在请你还留下没办？
市场买快去几人们呢？还是这样的一军。那边生物师做的他们北部人，那自家不抓有好对吧？懂啊不懂啊？那还存在。那么在你妈妈，是呀，那么现在巨人了，我只不过现在，那比我干一大，但是我有什么？我的为的责任，非定比那太白干。哈哈哈哈！哎呀，不过二公子啊，老许真该北门龙凤啊！哎呀，吕先生，今日能归大此，岂能不累家族？哦，为把吕先生斗斗私家。二住北京当中了，他还是一个美玉兴起，那么我大爷下去是不能口口来了，别都客气在，哈哈哈！随时嘿吹了。切，守得十足里挪过一张空包火车子水里浪下，你的想么摸下来，所以在，根本我还是要去欧意识，大家单撑起来。哎，一动来就有了。跟你大致写家自家农药臭，但是当高边浪向去不想，为出去之后以谁当岗为题，关在都两高头每年做水欧意识，两高头在做。但是农个水师想啥比写家做多为好这个一点点，我是农个水师写做出来了。昨天呢还我农个水写出来，哎呀！你是个学生子呀，学生子能够晓得这样做事来，我是医生，总还不会太白的路大。哎，这样一来，路比太一回而水，别牺牲来，哈哈，不要计较啊！呀，你回去经过这几瓜子呀？这你的那个来西上南京啊分动，也是马上就走出来着，不知道你走的哪哈？最后来一口嘛。呼哟！你会少接这个分享着，这雷先生两个字要的去过喊，有什么讲？自个两个字不太白的，但是现在这个雷先生来比啊，你来，看上去自个在里10几年还不记得有这样的功力，这口里写个水诗呢？哎呦，现在还是一水欧一诗。一共4句，哪是要发给你？滚滚春色节，苍茫月色昏。谁当一呀雨，两岸受风清。可我们心不是进这个啥？哟，这是一水好诗哟！这一水诗，于心于境。下得了几乎个贴切，特别再有2句啊，谁当一呀与两岸受风清，这个短10个字，虽然语给谁当刚刚解释描绘的无龙无影，这好像让眼睛们人吃一幅豆米，而自个的人只有只是那个幅画面里下下得了栩栩是生，简单的来个啦，嘿。这个雷先生到不了个财神不得了了嘿！哟，雷先生啊，写的一水好诗，万圣拜佛拜佛。来的时候，能下这个水诗之后呢，我有觉得，哎呦，我能不得了。这些个几年了，我也干不力气噻，我上在参观我水上去，不一称赞我的写出出来了，哈哈哈哈！二公子啊。不过你讲这水诗不是老许熟悉啊？你会听啥么子？手指半年听，介绍个水诗啊，不是李小个。哎，对，妈妈刘先生，我是关在内小个，你那本人高个书写出来呢？几首曲子，吹后人之水呀。那这一水诗，乃能够的一个余生受作。啊！和3字小，哪么个就会高级眼他？啥么子？这个一水诗，原来是一个女学生子做出来的。哦哟，我大夫写的给他杭州城里向会改成一个才女了嘿呀！不是罗一高个写教啊？不仅这位写记家如何处？家是
天部门外的范家庄。范家庄，哎，从来分听几个，因为各位先生是才女们，你会带孩子这样。李先生啊，不仅这位先生清纯多善，容貌雄厚，平时里都是什么虚情嘛，可非一高去呀。对你妈妈，你俩讲这位先生，反的来讲是一个恶头，吧用不到当然是挺上的。那么本来第几次了，这个大有点心眼来长，我们能是哈？哎，现在大爷高低本来听听了还了，哈哈。二公子啊，说是这位姑娘，他们范小姐怎样？你别老范小姐了，不是范小姐呀，啊，别打你是挺上噻。这位姑娘，他们。胸中隆怒不好谁他是死于爱把十分多十分从应的十分一日间他人失去一日间面对情是否文章的是不这是这怕金榜一扎题名。各位姐姐还在听啊？李先生老讲是口气大，送上有个规矩的，不管的哈呢，女人不能进看上去起功名，非这个时候啊，各位姐姐要来在金榜题名。相信个，刚才从个水西浪人看得出，各位姐姐不得了。口语讲一声，谁人不在我之下？我这你的现在么，谁人是美哈？不知个张面孔难光景了。哎，李先生，现在容貌如何？面孔那么大，来不大高官？哦，都是能现在真个别去看。哎呀呀，现在今在旁头那些门气能咋肚子病都得要打出来。我马上弄出来不难看是吧？哈哈哈！二公子啊，像他容貌如何啊？哦，漂亮！正所谓黛玉梨花神结爱，一夕西子来下飞神。各位姐姐不得了，别去改。李先生形容里啊，这个仙女花肥了这个。哦哟，非得谁人看，我个面孔来得个别致。听到该他们就会动心这样，动啥个心嘛？因为长在19岁啊，还是第一道嘞。哎呦，这你的时候，各位姐姐真个这样的李先生说讲，谁嘛伤人？我们能够到底终身相伴，个几乎看。妹妹姐，各位姐姐十条不三折，不是也这样，说不定啊，来着配置亲子，呀，带来不来门口有不要紧个了。请问李先生，不知这位小姐她可曾配对姻亲啊？哟，
安排金分配金，当然不对怪怪啊！哦，二公子啊，说问姻亲两公子，他归中，但是为比例许知赛马双手的小鸡，真是大儿劝他为母与对亲啊！难怪来讲呢，迷宫别只给谁人看的，身高低一个屋对呀，不必在那事情上配对一声吧？那这位是地内来大人的。臣是大事真哦，又来许次，有那个为谁叫不让过去，举的被告上去个对过的金子分配清。哎呀，他们这个说起来，我的为希望了喂，谁叫分配清的了呀？想得给他们又会放银子，不然一看嘛，哦，真是太好。哎呀，介绍听见是面孔别致谁人很不对看看啥意思？到了做事了这个香港路搞不清，听得给打哎呦，律师上讲各位谁叫面孔别致谁人看的？我来你介绍看不对的，这以往人呢，看上去的看中这个位置也叫什么？哎，跟我不来，所以。打过来来说，徐公子，你讲个这位社交，我分配钱，上帝配对姻亲，哈哈，我家来29岁还分配钱，要几个不同呀？哎，那么今朝你做个美人去把这个社交嘛，嘿，叫人不知，然而不出手的啊，你做家美人吧？哦，高配不上的嘛，啥高配不上的？你讲个他是谁女的？怎么呢？然而我谁知他在你们来得灵光娃子？哪儿啊？最头这位谁知叫把你还要啊？店里妈妈搞不我们再还不以为，但是哪位的师傅吃个药？哎，最头想我哪来这个夫人哦？他了我心里来这个想这样，我要这样讲，你叫外君子啊，嘿嘿，最是生气哎，这个你说你做这个美人呢？说什么？旅行的分享了，哎呀，今朝来说下说出这我过来着，我为啥要对农有意思啊？我农能去搞不难的，为啥还我还讲呢？不过这样想，不可能那个种事情，你啥呢？你想个公司呀？不啊，为我这里刚刚欣赏，你都要么做的想要，你们只不过想我姑娘。谁你们还你可别吃干，但你们是个不配干，门不当后不带干，是个是那不提前的说法，怎么了？那个是提的，可以带干。二公子啊，不过我欲望谁谁呀？怎样？因为你都身高高不多呀，你们就生活了相互的呀。吕群牛做大美人，胸中赤鹤是家庭，美目殷勤温人善人，欲有之人他结成人。听大概他们就回答没考问，想不到刘先生看中这个美人子，谁知道问我那么呢？一个相国公子呀，把那个香屋姑娘两位的一比例。哎呀，刘先生呐，门第两事不得否法。这门第当然不怪看，这么这个是体可以的。别个刘先生啊，婚姻大事为系父母之命，有不等你自个来做主个吧？我想过已经理解，是爱听我法决定，
在姚娘这个做机关。二公子，不老许在想，只要你自己开中，那你自家看清了，再通过多姚娘，那么这个亲子美人过去，岂非更好啊？哇塞，玉里哦，别沟，哎呦，还是没好，有别沟。哦，看上去了，你老想了，你现在肯做美人，难免要火哈的哈。我非要我答应我来，那么一口他并不灵，但我拿弄法。怎么呢？呵呵，我屋里向一点点不许对了还啊！一三一这吧，今朝农哈拉三郎吧，娘一家我农去打一趟头。哎，你口中之后，搿么事体再带下去。对，二公子，这位姑娘今日到衣在山上，怎么？小姐也在身上么？可与一机上一起。哎呦，牛怀想可是最还不应。本当我就让想呀，你讲这个小姐哪哈，那杭州城里向不名气的呢？非但人光，使得西奇记得平常。嘿，各位小姐让三郎想，让我带你去帮帮头，亲眼睛看看，到底哪个编织法子？李先生，好啊！哎呦！叫你盘汤队的马上谁答应来？那么我能海的给打来不偷当开，要不然好吧？二公子啊，哎，我们相约在后山波山亭相见。哦，波山亭，我不叫你到波山亭去，等下你也到波山亭。你到办狗队，看我来某一个这个事体再带下去。哈哈，可是再还不有，都是雷先生，好用可他。雷吃蛮开心，眼睛出来一起行动，单位是要帮一趟队呀，留下来商约相会，倾听何一位。